是主播就必须送粉丝皮肤吗？还喊我无敌搅拌。今天跟闺蜜打算拍最近很火的鸡公煲视频，下一秒来了2弹。本以为是路人，刚想跟他们说让一下，不要挡镜头，下一秒小杨来了一句：“主播，我是你粉丝。”原来是粉丝宝宝，但你这是啥意思呀？然后上来就踹我，这到底是粉丝还是伸手党？气的闺蜜一气之下气了一下，骚阳下我密码呢。不可惜你正在粉坏生活期间。闺蜜你好惨，下一秒又来问我要皮肤，还喊我无敌搅掰，你啥意思啊？名字都不会读，找个劳作吧。一句我是你粉丝就能换一个至臻皮，你做白日梦呢？不是你逗我呢，2年前我还在厂里打螺丝呢。闺蜜也是一个大无语，下一秒直接丢技能，气死我了。然后这个小杨突然走了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接着后面来了一群傻了吧唧的土鳖子，不送洗吧，给我洗吧。从哪弄的这么多傻子保镖啊？这年头当主播不送皮肤就会被霸凌呗。救命救命啊闺蜜，这群人是疯子吧？喵的，终于逃出来了，给我等着，我会一直让你等着的。下期看反击后续。